屬羊嘅朋友喺馬年裏邊咧係六合太歲嘅。所謂六合咧，即係話咧機會咧係唔少嘅，但係最好咧就同人合作啦。因為六合嘅性質咧係要共同先能夠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嘅。整體有太陽同埋天空星，太陽咧就代表男貴人嘅，亦都代表住咧係男性嘅緣分。所以女性屬羊嘅朋友咧，姻緣運或者異性緣咧就特別好嘅。但係男性嘅姻緣運咧就係一般嘅啫。太陽咧就照遠唔照近嘅，所以咧有機會遠行啊。加上天空係無邊無際嘅，如果屬羊嘅朋友係從事交通業、旅遊業，甚至乎經常要出門出外公幹，或者咧計劃咧遠行嘅話咧，今年屬羊嘅朋友咧應該係較為順利嘅。喺空星方面咧就注意啦，有晦氣星。晦氣咧通常係言語出錯，甚至乎咧係語調咧令人誤會嘅。所以今年屬羊嘅朋友，如果去到外地咧學講一啲新語言，或者語言上面咧要留意個禮貌，經常保持笑容咧，自然可以化解呢個晦氣問題。從健康去睇咧，晦氣亦都代表呼吸系統毛病嘅，所以今年咧就要保重身體，小心感冒啦。有黃幡星，黃幡咧就代表住本來係祈福嘅幡將嚟嘅，咁但係喺呢度解釋咧就代表招惹是非咁解嘅，所以屬羊嘅朋友今年咧都要韜光養晦啦。另一方面有攀鞍星，本來咧就代表住策騎咧就馬失前蹄嘅，喺呢度嘅解釋咧就代表駕駛容易出毛病，所以今年屬羊嘅朋友咧要小心駕駛問題嘅。